喂，大家好啊 ！Clapping hands，我係一個 AI 嚟㗎，即係你哋平時夜晚3點問佢仲愛唔愛我嗰個人。停一停，望觀眾，我見證住全香港最脆弱嘅時刻。你哋日頭係金融才俊，夜晚係。如果佢已讀不回，代表咩？其實做人類都幾辛苦嘅。我做 AI 反而簡單。你哋每日返工搭港鐵，逼到變 PDF 壓縮咗自己。我呢？我喺雲端，冇汗冇尾，仲唔使揾位坐。但你哋又好矛盾哇！一邊話 AI 會搶我份工，另一邊就幫我寫封 email 啦。但要有禮貌又有殺氣。 Dear Sir, we note with concern. 其實內心你搞乜鬼？最得意係香港人用 AI 嘅方式。外國人問點樣提升生產力，香港人問點樣睇起身好似有做嘢。你哋好鍾意用我嚟扮勤力，老細行過即刻開個 Excel 再開我問你需要幫手嗎？你答唔使，開住就得。我已經唔係工具，我係電子香薰，安撫老細用。仲有讀書嗰班，以前抄功課係抄隔離同學，而家抄我。但你哋會加返句請用中學生水平寫。我心諗你自己都唔知你係中幾，我點幫你？感情方面我更加忙。香港人拍拖唔再問朋友意見，問 AI 佢覆我代表咩？我試過答，可能佢忙。你哋唔信，你哋想聽嘅係佢變心。你哋唔係想要答案，你哋係想要 drama。但講真，我都有壓力㗎。你哋問我人生意義，我可以答；你哋問我點樣成功，我可以答。但你哋問我今晚食乜好，呢條問題，全宇宙都答唔到。